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的妈妈。过去常听到人讲初中，什么时阵初中该叫做国中，现在又搁换做7、8、9年级。国中升高中，敢毋是用考的？12年的基本教育，就是要互国中毕业的学生拢有学校通读。这学生要升高中的时，是3月开始就有通报名去考试，一直不到7、8月，拢也会使搁继续应付这升高中的问题。这个过程我拄看到的时阵，嘛感觉无啥啥。今日我主要要来讲台湾中学的制度是安怎转变的，尾也嘛会来讲即马国中升高中也是升高职的办法是安怎。国中安怎升高中？这个题目是一个朋友建议的。伊讲有一个国中的囡仔，伊感觉规个制度是足复杂。我的囡仔阁细汉，毋过我开始去了解以后，才发现真正是有足侪美感。毋过要讲即摆的制度进程，我先来讲过去中学教育制度是安怎转变。西方式的教育制度是日本时代才开始有。日本人来的时，事先是先设4档的国语传习所，照这个名就知影讲，迄当阵的目的是要教台湾人日语。毋过真紧，伫1898年就设6年制的公学校，就像即卖的小学。迄当阵也阁有原住民教育所，时间减2档，阁加1档嘛伫台北、台中、台南设3间3年制的师范学校。伫初期会去学校读册的囡仔真少。1922年，新的台湾教育令就鼓励设中等以上的教育机构，所以各地开始有设中学校、高等女子学校、职业学校甲职业补习学校。嘛，因为这个教育令，开始有较侪的高等学校，像农林、商业也是工业学校、医学专门学校。台北帝国大学，即马的宜兰大学，就是1926年就创立的台北州立宜兰农林学校，就是迄当阵的高等学校啊。战后才改做台湾省立宜兰农业职业学校，后来才变做国立宜兰大学。为1920年代开始入学的囡仔就开始增加，对头先120%，到1930年。就变做有3成，战争进前已经超过8成的囡仔拢有去读册。当然，这增加的速度甲方便化运动嘛有关系。即马咱讲国民学校，这毋是战后才开始有的讲法。1941年，为着要配合日本本岛初等教育学制的改革，台湾的小学校甲公学校拢改叫做国民学校，嘛变做是6年制的义务教育。1944年，全台湾已经有22间中学校甲高等女学校，27间职业学校甲90间职业补习学校。对学校甲学生的数量，就会当看出讲，迄当阵国民学校读了，大部分的人是去读职业学校。政府嘛较注重技术人才的培养。战后，日本时代的教育令废掉。各地的中学校拢改做中学，高等女学校嘛改叫做女中。中华民国的教育制度也是有6档的国民学校是义务教育，刷落来就分中等教育甲高等教育。中等教育的阶段本来是包括中学、分初中甲高中，嘛包括师范学校甲职业学校。迄当阵也阁有分初职甲高职这3类。后来因为师范学校变师专，刷落来佫改做师范学院，所以就无算伫中等教育内底。迄当阵为着要甲日本教育改做是中华民国的教育，推广华语甲中华文化，所以政府真注重设国小。一直到1968年，为着要互佫较侪人继续读册，
才甲6档的国民教育改做9档。迄时10个国小毕业的学生啊，干那7个会继续读册。义务教育变做9档以后，原来的初中就改叫做国中。虽讲讲是9档的国民教育，嘛就挺后到1990年左右，才真正100%国小毕业的学生啊，拢继续去读国中。高中甲高职的学生的比例嘛，对原本大部分拢读高职，变做是大部分读高中。后来2014年才变做即马的12年国民基本教育。这个政策主张的是高中的普及，而且强调免试入学。主要改变的是中等教育后壁的阶段，就是高中、高职甲5专。较拄仔讲的是历史，即马若国中毕业的人要继续读，就要先决定要读倒一款学校。按照教育部的规定，高中是分4类，第一类就是普通高中。普通高中是继续教基本的学科，培养学生的通识能力，这是大部分的人会去读的学校，嘛是一般讲的高中。第二类或者技术型高中，过去叫做高职，教的是较专业技术，学校内底有实习学科。我即摆嘛才知影，高等职业学校对应的产业专业有92种，就是讲因拢总分做92科别。老实讲，毋是所有的人拢对这92款专业有认捌。像工业类的制图科，就毋是咧教画图设计。控制科到底是咧教啥物，嘛着先问好清楚。所以要安怎经高职的科别，是一个真大的学问。高职阁有一项着注意的，是入去到学校内底，阁会分做3组。这款是学专业军科，就是伊未来阁想要去读科技大学的，要做较高层的技术人员。第2种是实用技能学程，这是伫学校内底上技术课，这个人无一定要去读大学。第3种叫做建教合作，就是读册这3档的时间，一边读册，一边去做工课，有领基本的薪水。我是毋知影真正的原因，应该嘛真复杂。毋过2016年的统计，所有的高职学生内底有33万人是读要升大学的专业分科，3万个伫学校内底学实用技术学程，参加建教合作的是15000个。普通高中甲技术高中，这是2种较普遍的，大家较知影的。刷落来，也阁有2款是大家较无熟悉，数量嘛加真少，毋过伫教育部的规定内底有诶。一个叫做综合高中，这原本是想讲有学生国中毕业的时，也无确定家己是要继续读大学，也是要去食头路。综合高中这2款课拢有，因有基本的学科，也嘛有较专业甲实习的学科。学生是高一读了才去做决定。2004年全台湾也阁有155间综合高中，去年敢若剩50间，未来应该都无啊。第4类的高中是高科招生的高中，就是互有特殊能力的学生会当发挥。这款高中阁愈少看，伊目前分科学、艺术、语言甲体育。决定要读啥物以后，也是着爱准备考试。虽讲讲是免试，毋过国中毕业进前有一个会考，其实对1958年开始到2000年，这40外档升高中是考联考，敢会录取，阁会使去倒位读，拢是考一摆就决定啊。应该真侪人也阁有联考的印象。毋过伫1958年也未有高中联考制度进前，嘛是用考的，只不过是逐间学校家己考，无联考了。2001年开始有国中基本学历测验，迄时就有多元入学的方式，有遴选也嘛有申请的。基本学历测验前后是办13档。2014年开始有12档的基本国民教育以后，就改做即卖国中会考。
其实无论安怎考，考试的科目是无啥物改变，改变的是考试拍分数的方式。为早期联考，满分是700分，分数拍甲足细，到即摆会考，干那分 A、B、C 3种。而且会考的分数毋是完全照学生考出来的分数来分，是出题以后就会先设定各种学生应该有的基本能力，以即个基本能力做标准来拍分数。为遮看会出考试改变的目的，就是要互学生毋通为着考试了真侪时间，嘛互学校内底新生毋是干那教学生着安怎考试。即个各种会考敢真正无遐尼重要，嘛毋是完全安尼。各种3年的学生为第2学期开始，就会使申请报名考试升高中。若第一摆的结果无满意，会当继续去申请别间学校，一直到迄届上尾一摆的机会放榜。安尼前后是为3月到8月，母5个月。3月份开始的是才艺班，就是美术班、音乐班的考试，一寡特殊班嘛会开始考，像科学班嘛是3、4月考。3月的时阵嘛会记得就要报名高职的甄选甲各种会考。4、5月阁有体育班的报名考试，各种会考是后个月，5月举行，6月知影成绩，阁来志愿要安怎填。学校甲补习班拢会教，接落来是第一摆免试放榜，嘛或者一免。7月阁有特殊招生，若是一免甲特招拢无录取，也阁有8月第2摆的免试申请，会当入去，也阁有名额的学校。基本上照即摆学生人数来算，就算会考0分，一定有学校通读。毋过这应该毋是大部分学生要爱的。学生也着经学校免试的意思是，逐间学校都要提供75%以上的名额，互来申请的学生。接落来就要看有偌济人来申请。若是学校提供的名额有够，互所有来申请的人拢会当入学，这是上理想的，就拢总毋免阁比啊。毋过真少学校是安尼。愈侪人想要入去的学校，因就愈需要先去排名看送，排伫头前会当先入去。因是安怎比，是看学校。毋过教育部有规定讲，各种会考的成绩敢若会使占30%。若是别项的程度拢差不多的时阵，比的也是会考的成绩。所以成绩敢有重要？即马无像过去联考，要读倒一间学校是完全考一摆的成绩来决定。毋过要申请会考的成绩也是会看。免试入学阁分足侪款，主要是叫做分区免试。全国是分做15个学区，大部分县市是家己一个学区，也嘛有毋哪一个县市的，像北北基就是新北市、台北市、基隆市做伙，新竹、苗栗是一区，台中、南投是一区，所以免试申请的学校是限制伫考试的学区内底。大部分学校看的是考试的成绩，因填的志愿甲其他别项表现。全台湾85%以上的学生拢是安尼入去高中、中学，也是五专。剩的15%就真侪变化，有或者优先免试。也嘛有完全免试的学校，即款完全免试的学校，全台湾已经有67间。接下来有一寡学生是直升的，也阁有独立招生的特殊学校。若是要读五专的人，就所有的学区拢总会使填。全台湾有30个志愿通竞，五专是5月有一摆报名的机会，若无满意，6月也阁有一摆。遮尔复杂的制度，毋是为着要互家长拢啥拢无，才会变成安尼。若是讲教育是要互学生学着知识，嘛学着安怎做代志，学习甲别人做伙斗阵，学做人，则无共款的能力，真歹用一摆的考试就考会出来。因为考试敢若会当考知识，逐个学生的兴趣无共款，因需要学的加强学习。也是想要发展的部分嘛，拢无共款。多元入学的方式
若是互学校会当去经适合的学生啊，学生会当经适当的学校，伊主要嘛是咧改变学校教育的方式。若无遐尼注重即个考试的成绩，学校课程的设计甲教的内容嘛会对咧变。只不过即个变化嘛无可能真紧，就像头前讲的，比到尾啊，也是会去看会考的成绩。国中安怎升高中有足侪美感，我嘛毋是完全拢知影。今日即集是对家长甲学生的角度来看安怎升高中。我想若是为教育者的角度来看，应该因想要介绍的甲看到的问题都真无共款。毋知影听友恁家己也是恁兜的囡仔升高中的经验是安怎？你若是对即个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来面册甲大家分享。嘛请会记得订阅，也是追踪即个节目，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，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，留话互我。若是要赞助即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内底有ECP 连结。足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